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成立到今已經20週年。公司佇咧今仔日甲明仔載舉辦我佇電視台耍幾工的活動，要用輕鬆的方式，讓民眾了解電視台是安怎運作。文化部長李婉佇咧記者會強調公共廣播電視的重要性，嘛講到初二伊佇咧立法院審預算的時陣，伊講台灣 Plus 是災難，這唔是好定，是咧講這有偌困難、偌歹做。很多事情你沒有打開，讓大家看到真實的情況，大家都會以訛傳訛。只聽到一個表面，這是我們台灣現在傳播最可怕的破碎，然後引導。你一旦把這個像今天公共電視打開，大家來玩一玩，看到公共電視所有東西，看到這個，你就知道公共電視這麼短短的一段時間，他拿了幾百座。所以我們相信自己，相信就是一道光，我們看着這個光往前進。希望大家原諒我講錯話。那可是我跟大家解釋，都不是這個原因，是因為壓力太大。李婉講，因為大家做伙打拼，目前已經向好的方向咧發展。在爭取預算的壓力之下，失言，敬請大家原諒。那董事長歐冠輝表示，公共廣播電視重要的責任之一是培養民眾的媒體素養。這兩天開放給民眾參觀，希望讓大家透過趣味、拍通關的方式了解電視的產業。